请咱用祈祷安静的心来到主的面前，互咱的心神完全安息，活过咱的主上帝。主，阮来到你的面前，阮真欢喜，你予阮阁有一个福分，赏赐阮来你的殿院，要来享受你所赐的平安、喜乐甲安息。阮的心神真正要安静伫你的面前，求你来挖掘阮，阮要挖掘你，求你甲阮相同行，予阮所做敬拜、学乐的声透到你遐，诚做活的祭，来互你欢喜。阮真欢喜来到你的面前，搁一摆向你来求讨，感谢你听阮的祈祷，耳孔听阮的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兄弟平安，欢喜伫即个分别最圣的日，甲你三甲来做伙敬拜，学乐咱的主上帝，咱来享受伊所赐的平安、喜乐甲安息，来到主面前。来到主的面前，咱要诚做换照来见证荣光伊的名，因为咱是伊的教会灵的厝。来到主的面前，咱亲像换照，一块一块起做变正亮的主，主的手伫咱的中间运行。心花袂点倒福兴我，来到主面前，来到主的面前，咱亲像
主上帝，请咱继续徛地，因为耶和华是咱的牧者，咱无欠亏一件。这是咱值得咱唱歌来学乐感谢伊的，咱起立徛地来做伙吟。耶和华是我牧者。感谢伊，带咱伫安静的水边。耶和华是我牧者，我无欠亏一件。互我倒伫青草坡，带到安静水边。因互我了阮节言，做我行伊的路。我行过死荫山坡，也路无惊。
咱做伙来祈祷。听阮祈祷的主上帝，感谢你担当阮困苦艰难，感谢你陪伴阮经过风风雨雨，阮的生命有你就有色彩。当大风雨过了，阮知有你所赐的福，你伫天边所出现的庆，叫阮知你的主爱也永远甲阮相做伴，帮助阮为靠你的恩典来度我，无搁互烦恼伫门口口排队。感谢你，互阮会晓一日会艰苦，一日担一个功课。阮摆咧阮的心思伫你的面前，求你来摆比，搁互阮较经历你所讲的话。你若大大开嘴，就要大大充满阮。感谢你所赐的福气，无加上忧虑。感谢你听阮到安尼，为阮的罪责来牺牲生命。阮只有唱歌来学你，感谢你，感谢你为阮所做的一切。主，感谢你听阮祈祷，祈祷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阮的心情要安歇伫你，亲像婴仔，亲像鹰鸟飞到安稳的所在。阮感谢你，互阮的心情伫你的面前得到爸爸的平安甲喜乐。感谢你听阮的祈祷，感谢你帮助阮来用谦卑敬拜的心来学乐见证你的名。你有我的恩，有来。
口开来到你的面前，用心感谢你，用唱歌来敬拜你，学落你的名。你为阮所做的，阮实在无法度，毋知要安怎来报答。阮献上阮家己做偌济，诚做你的路用。世人跟对你，愿你使用阮，诚做荣耀你的器皿。阮搁一摆求你帮助阮，互阮今仔日所听你的话，见证你的名，也要你的名利益伫人。帮助牧师所讲的话，你的话，诚做阮路上的光，脚前的灯，照光阮的路，互阮行伫你的正路，无歪错。感谢你接纳阮忧伤痛悔的心，阮受伤的心灵，你有来医治。阮就献上阮的感谢伫你的面前，帮助阮会晓确信来遵守你的话语、你的律例。阮领受你的恩典，阮感谢你所赐的恩伫阮逐日。感谢你听阮祈祷，祈祷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咱要用专心专意来敬拜，即是咱身边有手机，请咱关静音，也是关机。你着听耶和华你的上帝，常常受伊的吩咐，吩咐你的，甲伊的律例法度诫命，所以恁着用我遮的话，伫恁的心，伫恁的脑，也绑伫恁的手做记号。即时，咱来吟圣诗，圣诗298首，圣诗298首。快乐快乐，阮来敬拜；快乐快乐，阮来敬拜。荣耀上帝大人来，请咱起立吟全首。这是咱犹原徛伫，咱用新的诫命来分别来个别咱的信用。你着尽心、尽性、尽意听主你的上帝。这个诫是大个，也是头一个。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，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。这两条诫是专有法甲上帝的总分后。我用新的诫命予你，就是恁着相听，亲像
众人要对你安知，你是我的学生。请坐。这时，咱三来客用，我来客恁来应。记载伫55篇马太第6章，毋通为着恁的性命要食啥物，要啉啥物，得操烦。性命减毋是比食物较重要。恁看空中的飞鸟，因无种作，无收成，嘛无囤积粮食甲仓库。恁减无比因较贵重。恁若着因为要穿啥物操烦，嘛无。不过我甲恁讲，连所罗门上荣华的时，以前山野花草今仔日得活，明仔载互人ฮ็落火炉。伊减无搁较甲恁糟蹋，所以恁毋免操烦讲阮要食啥物。遮个拢是外邦人在追求的。着先追求伊的主权，甲伊的旨意实现。所以毋通为着明仔载操烦。一声一日的艰苦，一日甘当。下面咱要请圣歌队来献诗，因要献的诗是阮的心神安歇伫你。
感谢圣活队的儿女，阮的心神永远安歇伫你的怀中。即时，咱下面来看圣经。圣经记载伫民数记11章25节到30节。咱做来看25节，耶和华伫云中降临，对摩西讲话。将降落伫伊顶面的神，也降落伫70个长老。神感任因的时，因就讲先知的话，以后就无搁讲。26节，总是有两人游园伫营内，一个名叫以利达，一个名叫米达，因也记伫名伫内，总是无到布棚遐。心灵到因就伫营内讲先知的话。有一个少年人行来，甲摩西讲：以利达、米达伫营内讲先知的话。28节，军队摩西的论的囝约书亚，就是受敬的一人，讲：请我的主摩西禁止因。摩西对伊讲：你替我嫉妒，你替我倒去吗？愿耶和华的百姓拢做先知。耶和华用伊的神降落伫因的顶面。30节，摩西甲以色列的长老就转去营内。咱圣经读到遮，咱即时请小牧师的正道，伊的正道的题目就是神的灵来帮咱。感谢主的恩典，互我有机会来遮甲咱兄弟相甲分享。检采真侪人毋捌我，毋捌听过我的名，无要紧。煞来可能有一段时间的时常来甲咱做伙分享。咱伫分享的台先，搁一摆相甲来祈祷。天父，阮的上帝，感谢你的恩典，互阮受选，诚做你的囝儿，互阮有份伫你的选调。求主你来赐福阮下面的时间，互听宣讲的人边边得到你的祝福。祈祷奉主耶稣圣尊名恳求，阿门。好，咱今日要来透过民数记11章即个经文来思考即个题目，互咱上帝神来降临。时常咱咧思考信心的时阵，咱拢会看到，也是讲想到《使徒行传》第2章迄个经文，因为咱时常看到信心降临的时阵呢，这是伫新约的时代。总是咱咧看旧约圣经的时阵，某一个特别的所在。咱等一下看到遮相关的经文，总是今仔日信心的降临，特别甲咱即马可能有一点仔处境的关系。伊是我遮是用华语的字幕吼，就是讲歹势，我先讲一下，就是我礼拜讲到遮的PowerPoint，我会来转做图片遮会讲到摘要，我会来用 AI 变成一个短影片，我有把资料传互淑珍长老，所以如果有需要兄弟吼，你嘛我订过你袂有翕吼，你通带套，迄档案拢有，你通家己下载。迄个 YouTube 内底下骹有我的讲道大纲的摘要，所以你有需要看迄个 YouTube 有影片下骹有遮个摘要，吼，即摆我伫线上，咱个毋免一直欠手机吼，你要看随时网络拢有。好。透过安尼，咱会当来思考一个物件，就是圣神降临。咱伫新约的时代呢，时常看到是起着教会，总是伫旧约的时阵，其实伊是来帮助咱解决真侪问题。大省咱伫新约的时阵，头拄有讲到使徒行传，这是五旬节，圣神降临。因为遮个人其实因一开始的困境是啥物货？是耶稣基督受定十字架了后，然后因开始走路拢密起来。因为耶稣是互啥物人定死十字架，互啥物人掠去？用啥物罪？罗马人对毋对？伊是政治犯对毋对？迄个时阵基督教是非法的对毋对？所以无人会当公开伫遐聚会上，咱足舒适吹冷气，搁有泡泡因通看安尼，足好势。所以咱看《使徒行传》第2章的时阵，
这个人是秘伫一个人的厝里，后来有人讲这叫做这个人主人可能是圣经的马可，有可能是一个叫马可的好野人。咱斗甲有人厝里大甲一家样百几岁，做伙秘伫遐做伙坐聚会，除了恁兜咧开店，因为使徒行传迄个经文来讲，差不多成百个人伫因兜咧聚会，所以有可能是因兜经济真好，佮敬畏上帝，伫迄个困难的时间，愿意开放因兜来成做家庭的教会，所以伫迄个所在因开始组织，组织了后圣神佮来降临。迄个时阵，大家开始有无共款圣神的文书、甲服侍、讲方言等等。总是呢，这是咱真熟悉的新约圣神降临的一个背景。到伫旧约，咱咧看的时阵，亲像无啥物圣神的语言，甚至你用圣经的查询的软体和合本，你看无啥物圣神的语言。伫即个当中，毋是讲圣神新约较走出来，也是旧约就有。共款，咱今日经文其实有两个危机。第一个危机是啥物货？先去看大家有识字无？你昨透早食啥物货？可会记得袂？应该会吧。顶礼拜透早，拜六食啥物早顿？嘛袂记得。我咧讲，这是一种你测验识字的一个指数。恁爱细意，大家拢会啦。迄囡仔咧教规工，像我即几工南台教会咧走营会，我咧教规工，我咧一直舞，迄足侪代志我会用袂记。我透早冲啦，说哇，佮行袂赴安尼啦吼，因为阮遐佮有儿童要献诗啊，一寡人客啊爱伫遐接待，所以足侪代志会足匆忙的安尼，这咱拢正常。伫今日的经文一开始，其实因甲食饭有关系啦。咱如果嘛有纸本的圣经，也是手机你按拍开即个民数记载1章，因讲因一开始是你啥物货？因一开始佮你埋怨上帝，这是以色列人因出来急了后，伫旷野一段时间，因时常咧埋怨上帝。埋怨不外乎伫一寡问题顶面，食了无好，住了无好，路站佮真辛苦。这种埋怨造成啥物货？造成你开3万，结果你要去越南旅游啊，结果食路边摊住迄落足俗的饭店，这是消费者的心态。是安那？这甲经文有关系，因为以色列人因伫埃及做奴隶了后，上帝带因带要离开遐。总是呢，秘入旷野了后，伊的终点是迦南地。伫即个当中，因有真侪艰苦的时阵，这艰苦的时阵，就是埋怨住了歹，无水通啉，无物件通食，食歹。这造成咱咧参加旅游团安尼，总是呢，因是一群受竞选拯救的人，总是因的目的是迦南地。所以后来渐渐，因为旷野开始产生足侪埋怨，每一个埋怨，其实带头的摩西甲遮的支派族长，其实拢忍掉的。总是即个埋怨，咱今日看即个经文，伊讲上帝听到，上帝听到了后，伊将降落天火，但迄个时阵，因伫旷野拢住帐篷，造成咱去露营呢。你通想象还有60万人做伙露营，逐个拢住帐篷，想象一个所在烧起来。咱遮嘛有一间，咱遮是泛厝嘛，嘛有一间厝烧起来，你会紧张袂？南台教会嘛烧起来，我足紧张，因为安怎边仔是机车行，机车行内底有易燃物质，互迄烧起来，阮规排可能个去啊安尼，足刺激。然后呢，咱伫今仔经文就是，遮以色列人开始埋怨了，上帝将互其中一个帐篷烧起来。咱咧看囡仔是咧教导囡仔的时阵，就讲1、2、3，妈妈就开始举锤仔伫遐讲涂骹，对毋对？即个动作造成上帝边仔迄个帐篷将互伊烧起来。遮以色列人看到，其实因心内真惊吓啦，因讲哇，阮埋怨上帝听到。所以因个赶紧走去找摩西，所以摩西来答因讲，求你，求你替阮甲上帝恳求，所以就即场的埋怨，即个危机来答伊解决。所以这是即个经文的第一个埋怨，第一个危机，后壁佫有一个危机，即个用台语来讲起来无介好听，佫实际有一个真贴切的一个形容啊，叫做啥物货？腹肚真枵。好 ，OK， 腹肚真枵，所以咱囡仔伫遐摇把菜的时阵，伊就伫遐腹肚真枵，讲我要食物件。所以呢，咱继续来看即个经文的时阵，伫以色列人因拄着
即个埋怨，然后因发出怨言。摩西这管理团队是拄到一个困难，上帝降了即个火来解决即个问题。然后呢，因个开始渐渐伫即个旷野回归一个稳定的生活。过来进一部分的时阵，因开始伫遐来守节，守盘过节、逾越节。咱咧守圣餐，咱伫8月后一摆我来的时阵，因带咱兄弟做伙来守圣餐。守圣餐其实是伫咱靠大伫新约的时代，耶稣伫做晚餐，做即个纪念的过程。总是伫即个头前，即个是咱行即个盘过节。盘过节是上帝用10个灾难带以色列人出埃及最后一个部分。最后一个部分的灾难是啥物货？是互埃及遮头生的大汉囝，到人是老大，排行老大，大汉的。你如果伫迄个旧约时代，无拄好个出世伫埃及，迄个会足悲惨，因为上帝太大汉的，无太第二个，太大汉的。恁兜饲的狗仔嘛是太第一只，太大汉的。这是要啥物货？这是要来警告法老王讲，恁嘛阁无放遮以色列人出你的国家，人讲恁即个国家全部要走灭。所以上帝一步一步来用即个方式带以色列人用足大救恩来带因出去，然后答以色列人讲，即暝我要行即个代志，恁阁爱抬即个羊，伫遐准备盘过一个暗顿，紧紧准备，紧紧食，因为阁来要带恁来出来埃及。这是盘过节旧约的即个经文。总是呢，伫即个当中，因需要思考的是安怎？是一种拯救。所以呢，当因离开埃及了后，进入旷野，目的是伫迦南地，因出现一个物件，我才有大家写一个名词，叫做旷野不耐症。有的人透早啉牛奶会安怎？走去走歹腹肚，迄叫做乳糖不耐症。总是以色列人因伫咧旷野的时阵，拄到即个真大挑战。真侪人信主足久的，拄着困难开始骂上帝。我相信咱听这咱的生命故事，拢有这个经验。总是咱必须要思考一个物件，就是相信上帝，相信这个信用了后，上帝帮助你的是无共款的方式来面对甲经过。有可能是伊有用无共款的信仰来引带，总是上帝伫每一个人的生命拢有无共款的对待。所以呢，当咱拄着这个代志的时阵，点彩放慢脚步，互咱当一步一步来看到上帝伫咱生命引带。所以以色列人因要伫未知的旷野的时阵，因失去耐性。咱拄着困境的时阵，共款会失去即个耐性。教人足爱看15代迄个真情部落格，GoTV 内底讲的即个真情部落格内底讲的故事是好的故事，美好的结局，也是讲悲惨的故事，所以开始。拢悲惨的嘛，好的故事你阁看袂落，因为一开始拢做好，到最后就是王子公主做伙变成幸福美满的家庭。即种剧情咱真熟悉。总是咧，咱每一摆看一个人对着生命真艰苦、甲黑暗的时阵，因怎样来经过，然后伫遮一步一步经过上帝引带行出来。即个故事会吸引你啦，即个故事嘛会激励咱的生命。所以时常咱咧拄着这困境的时阵，检查上帝用另外一个方式咧教导咱，起造咱的信仰。咱每一个人的生命故事，我相信拢有足侪丰富的部分。总是即个火，伫旷野的火，其实互咱结连着一个物件。带以色列人出来埃及的即个人叫做摩西，对毋对？摩西的生命伫咱早前，不管是上主日的这灵修的教材，拢甲咱讲有3个40年。第一个40年就是伊是人生胜利组嘛。虽然一开始出事险互人定是安尼吼，给咱早前长辈可能60、70岁以上，迄个时阵有重男轻女的角度较严格。所以如果一个家庭呢，第一个生查囡仔生无男性佮一直生到最后一个，佮走一个男性出来，查甫的出来，我计真欢喜安尼。这是早前重男轻女。所以呢，迄个时阵呢，女性查囡仔未受到真大的照顾。共迄个时阵，其实摩西出世的时阵，有时仔类似安尼，毋过毋是受到重男轻女，是因为迄个时阵法老王伊得到一个启示，
所以呢，伊就讲哇，即个未来要出世的囡仔，对着伊以后伊的国家有威胁，所以呢，以色列人遮查甫的红孩仔全部爱来杀死。所以呢，摩西伫迄个时阵来出世，然后大汉了后伫皇宫，伊因为着伊本族的人以色列人，伊的血统是以色列人。其实以色列甲埃及的人生得无啥共款。你嘛看迄旅游频道足侪人咧问讲，耶稣的时代，耶稣这个人生做啥物型？这有一点因为咱即马看到中东的新闻，拢是战争的新闻。耶稣大概迄个血统生做迄个型安尼啦。就是你咧看，即马以色列无足顺啊，以色列即个国家因为因流亡伫足侪所在，所以拢有混血。其实巴勒斯坦遐也是讲会当人放炸弹遐的恐怖分子，因的血统较纯正，因为因袂甲外国人通婚啦，所以耶稣大概生做迄个型安尼。所以因迄个血统会生做安尼，所以是无共款。所以呢，摩西伫细汉的时阵，伫王宫是一个真有一点冲突的血统。然后大汉了后，为着伊的伊讲共支族的人伫遐来出头，然后插手杀死一个人，伊就开始走路。走路了后，伊将去到一个真远的所在，然后伫迄个所在，上帝保护伊的性命落空，颠倒伫遐。互伊起做伊的家庭，拄着伊的太太，然后佮生囝。有一届你雇用的时阵，看见一个啥物会？咱教会敢有焚而不毁 logo 是咱的主保？无要紧，咱有机会看。长老教会标志就是迄个焚而不毁会，共款伫迄个山边旷野的时阵，即个会是一个呼召的会，是摩西来上帝呼召摩西一个会。总是到伫伊开始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阵，伫旷野共款拄着一个火，即个火是管教的火。如果你嘛是摩西，伫迄个情景看到即个画面，你的心内绝对有足侪感触，因为一开始是上帝呼召伊，这是焚而不毁。到伫后壁，伫旷野当中，以色列人伫遐埋怨，共款上帝用一个火记号，即个所在叫做塔比拉。伫迄个所在，即个火亲像爱圣洁。把你提车看到的人，所以呢，即个警告也是讲即个记号，伫咱的生命当中，检查是一个真大的提醒。或者有写着讲恩典的施教，给时常咱真惯势的物件，其实是生命当中一个恩典。即个恩典如果你嘛失去，也是讲渐渐咱袂记住，那呢你离开即个属灵的记号，你真容易个拄着真济的挑战。好，过来咱来按后壁一个部分继续来看。好，咱伫今仔经文开成一开始我有讲到是以色列人因伫遐埋怨，伫遐埋怨可能检测讲无水通啉，无物件通食，这路途真辛苦。后来摩西因即个管理的团队拄着真大的困难，然后讲哇伫埃及最苦工，起码阁有肉通食。我再讲即个比喻。敢有人知影以色列人伫埃及最苦工的时阵，因中昼便当拢食啥物口味的？恁中昼敢会食便当？嘿，对，因食空肉饭的。做人讲哪有可能？伊讲吃锅边水煮的肉，是讲迄个空肉是羊肉做的，对不对？锅边水煮的肉，所以因伫埃及最苦工食会着肉。毋过因离开埃及的时阵，伫旷野是食玛纳。敢有人有法度？规年通天拢食迄个粉浆蛋饼，完全拢无加物件。因为玛纳就是一种亲像亲像谷物，然后磨掉又有淀粉，淀粉的出浆加水，会当煎做饼。这物件甲咱食的粉浆蛋饼足相像。我会当摇来个讲，伊应有淀粉，所以呢，你规年通天拢食迄个粉浆蛋饼，佮原味的，佮无肉。你食久嘛会，敢讲有一点内疚安尼。所以因开始伫遐。讲我讲阮伫遮足艰苦，旷野无肉通食，这是第4节的经文。所以伫遐摩西甲遮的族长因开始拄着另外一个挑战。摩西嘛是人，每一个人伊的情绪甲伊的容忍度拢有限。伫迄个时阵，摩西崩溃。用咱即马现代医学的角度，这叫做啥物货？这叫做轻症，还是讲初期的忧郁症啊？因为忧郁症的极端就是安那，想袂开。所以咱最近一寡社会新闻，伊的压力大甲足大的时阵，才会让因会选择结束家己的性命。这是一个真辛苦的过程。
总是摩西伫迄个时阵，问题来压倒，总是伊无互即个问题来压倒，伊颠倒是转去找上帝。伫迄个当中，其实上帝真奇妙，上帝爱摩西一个人带以色列人出埃及，这是足大的挑战。总是摩西开始了讲，我个含慢讲话，来讲我陪伴恁兄哥，陪伴恁姐姐，成对一个小小的团队。到伫后来离开埃及了后，这是一个足大的组织，足大的组织。咱教会聚会，每一个人拢有无共款的想法，就开始出现纷争。所以呢，伊开始伫遐想讲，我要怎样来做即个管理？所以长期的管理即个课题，将成做压倒摩西一个，咱讲最后一根稻草。即个稻草个发生安尼有几个问题，总是当伊拄着即个问题的时阵，以色列人伫旷野足济埋怨，其实伊无法度。每一个人的性命甲每一个人特质，其实行到最后，你挂靠家己，都会讲无法度。到最后，你会足想要放弃。放弃的时阵，咱通常就离开。毋过摩西留了一个属灵的功课，互咱来学习，伊走去找求上帝。伫迄个当中，真容易互人失去一个咱讲生命的动力。总是呢，上帝伫后壁来陪伴一个无共款领导的方式，甲信心引出的方式。好，咱来看后一个部分，甲上帝的神来相遇。当即个管理的危机搁一摆来出现的时阵呢，因拄着即个真大的挑战。咱有一个时期来伫咱的大专，也是讲大学这个学校，有足侪商学院，商学院拢会开足侪管理的课程。有一个即个科系企业管理系做一直算算讲真红足侪人会读。总是呢，如果你嘛有上过班伫公司行号，我捌听一寡即种主管伫遐分享，伊讲咱台湾的教育真趣味啊，就是讲咱去日本买足侪物件，会讲手工的物件，因另外写啥物货？职人，就是讲即个物件，就是即个老师傅这用一世人的气力做出来，可能是一块杯啊，伊是用迄种的凿刀慢慢啊刻出来，这是职人。总是咱台湾足侪学校训练企业管理科系，这出来是啥物货？毋是职人，这叫头家人、老板人。试管出来是训练你管理的阶级。一个学生拢未食过头路，你就要互伊做主管，这是一个真大的挑战。所以呢，这个管理的科系伫台湾有足侪应用。总是呢，这造成一个你头前无遮的经验。摩西拄着的问题有一点仔亲像是安尼，伊原底是一个王子，后来流亡走去雇羊仔，雇羊仔了后，以后要变成一个主管，要带60万人以色列人按对埃及离开，这是一个真大的挑战。总是呢，当人拄着挑战的时阵，伫信仰的思考，你必须要小可有一点仔转换。上帝用属灵的记号，就是这个火。第一个火焚而不毁，第二个伫旷野当中有这个火。其实阁有第三个火，当因伫旷野咧行的时阵，上帝用云条甲火条咧引出。咱最近即几工应该讲天气拢足热。今年敢若有讲特别小可较热安尼咱足容易超过36度的气温。伫迄个足热的时阵，如果你嘛伫外口咧工作，也是你上班，也是你迄个所在无冷气，你会足希望讲有一个云走过来。即个云就是亲像是安尼，因伫旷野，如果你嘛有看旅游的节目，也是看迄个资料，旷野的温度有真容易超过40度。咱伫台湾可能30几度挡袂啥会掉，以色列因伫旷野40度，其实更较无法度。所以上帝用即个云来甲因撒较伫地。然后呢，伫旷野伫沙漠，即个暗时的温度会降到足低，所以有可能会走较尾无到10度，即个温差真大。温差真大的时阵，你需要一点温暖。上帝暗时要用火条来引出因，火会光光，但因照路，火嘛会温暖，互因知影讲遐有一个物件。毋过以色列人因来看讲，这是一个物件，因无把因当作是上帝。所以，等到伫即个当中，以色列人伫旷野即个所在，因所学习的，就亲像咱的信仰，你怎样来看待你生命当中上帝才会引出？你敢知看即个云，讲哇，
有一阵云飞过来，我骑车足舒适。总是呢，伫即个当中，检查你会当伫遐来感受到上帝甲咱三角之地，伫即个小小的代志，伫遮来看见上帝拯救的开始。好，再来咱来看后一个部分。当摩西因拄着遮个困难的时阵，我头路讲到，伫现代商业的管理，真侪兄弟可能伫上班有做甲主管，也是捌经营过企业的时阵，咱对着遮个问题，大声的就讲拄着，比如讲咱咧做业务，即个产品卖了无好，咱就检讨讲市场安怎，成本安怎，也是讲即xã會的反應，你如果嘛要卖互囡仔食的物件，你就袂当来包裝亲像大人安尼。所以有一站咱去食倒，你就啉着 QOO， 因为迄橘色感觉色的汽水迄，我大概啉迄咱有一点仔内hiệu，因为咱知影讲内底可能伊讲果汁成分10%尔嘛，所以一罐遮大罐当然是果汁，剩来拢是色素佮糖水。安尼想讲你要搭啉落落敢若过一仔怪怪安尼。当遮物件一直出现的时阵，因为制作商知影讲这囡仔爱食，然后色佮好看，所以渐渐遮经过咱台湾做者实验，个渐渐淘汰。所以呢，咱看到一个问题的时阵，伫商业的管理，你一定会去处理讲制度，也是讲伊背后即个咱要卖物件即个动向等等，然后最后较伫你的小组去做回报。总是呢，伫摩西因伫曠野的时阵，因无法度做遮个代志，因颠倒是安怎？因颠倒是拄了危机，然后足侪埋怨，然后伊代因经落来，经到最后就无法度。咱今日是7月的第一礼拜，对毋对？知影咱教会设教的纪念日是当时？设教，就是开始伫即个所在聚会。可能委员对一个厝里一个人的厝里开始聚会，福音站安尼，然后过几年了后，聚会所变成知会，知会变成堂会，咱的堂会纪念的时间，先计做同会的纪念的时间是当时敢知？你通去 Google， 其实就是7月第一礼拜，所以今日其实是大桥教会先计做同会纪念日，真的。你通去找看嘛，因为南台教会嘛是7月第一礼拜。这毋是讲一个时间段，这是要帮助咱花起时间做一个纪念。伫几十年前，有一群人因为信主，伫迄个所在组织，然后渐渐即个组织变大，因申请中会讲，阮要成立做同会，同会个30岁以上的会友，稳定的经济，稳定的牧者，因开始要先去做同会，这是一个真要紧的记号甲纪念。所以，伫每一年7月期，一般你甲青年的分享讲，7月是咱做好福音事工的时间。囡仔放假，咱会当来做这事工办这宴会。总是伫无共款的年龄层，7月是教会真像大桥甲南台安尼一个特别的时间，因为这是咱正做同会，同会就是会当独立运作这是一个真特别的机会。所以伫即个时间点，检查咱会当看见无共款属灵的引传。咱头拄有讲到属灵的眼界，头拄讲到摩西因伫旷野拄着以色列人，因看上帝恩典看无，总是即马我逐恁讲7月第一礼拜，这个是帮助咱咧看讲属灵的记号是怎样。即个一个真要紧的物件，是因为咱时常伫生命当中，咱较无法度详细去看，也是讲咱时常逐足济的物件扔掉的，还是讲咱无法度去分工。咱今日是7月第一礼拜，我看周报的时阵，其实这嘛是中会通知个。我今日徛伫遮甲咱分享，是因为中会受托我做咱的代理的社会议长。咱吴牧师的服侍时间到伫6月底，所以7月开始，咱个爱靠咱家己，对毋对？对，毋过加在感谢上帝，咱个有上帝通倚靠。当摩西因拄着即个困难的时阵，伊伫遐答上帝讲：哇，我想要归去离开即个世界安尼解脱。即个时阵，上帝开始动工。上帝动工的经文，就是咱今日看即个经文。上帝迄个时阵，听到摩西因伫遐喊话，讲：哇，这以色列人足歹剃头，无饭通食，你念
伫埃及做苦工，你念，我带因带出来的时阵，继续你念，你念伫埋怨的时阵，要怎样呢？上帝开始用这的气力，将圣神的气力分落当时70个长老。70个长老，毋是咱即马有长老节即个身份，乃是因迄个时阵，以色列人的出埃及是每一个支族，亲像我姓萧，所以足侪人问讲我是毋是中华甲家己来？我等你讲，我拢毋知，因为阮老家伫银德，阮阿公我知影有时阵我出世，敢若阿公阿祖个住伫银德，所以我毋知影因安尼倒遐来，这个上帝知影安尼。所以因会想讲恁是对即个所在，因为足侪共性的时阵，以色列人因出来埃及的时阵，即12个支族就亲像是安尼，因为有家己支族的人，所以即个长老就是透过安尼，像即个族长安尼，然后较长辈来带因即个民族的人。所以伫迄个当中，全部领导的即个重担拢可能伫摩西的时阵，当伊无法度，上帝颠倒圣神降临，互即70个长老、即70个族长，人生领受即个气力，开始伫遐引带以色列人。一定有足侪人毋愿无服，就是想讲哇，牧师做遮个事工，检查咱有咱的想法，咱无支持。共款迄个时阵，遮个长老嘛是安尼。总是上帝圣神的气力降临的时阵，迄个时阵，伊讲来，伊派约书亚讲，咱等下要开会哦，这70个长老帮我找来，计有2下无够，所以咱咧开会讲应到70名哦，结果10到68名，迄个时阵因去开届会就是安尼，有2下无爱去，就留伫因的露营区安尼吼，所以留伫遐时阵，个敢若讲圣经无特别讲因有啥物款的想法。毋过伫头前，你会看见讲，遮个人因的心思绝对有一寡埋怨。总是上帝互即个圣神降临的时阵，敢有分别即70个人？其实无。即2个留伫帐篷的人，其实因嘛共款领受着圣神的气力。所以约书亚开始讲：哇，安那会上帝气力遮尔大？连即2个无够不服的人，共款领受上帝气力。共款伫今日开始。我期待咱开始用一个领受即个圣神的气力的精神来面对咱教会，过来后一摆段、后一个年度所要进行的代志。上帝气力检查，你是一个平信徒讲这顶悬有长老执事退掉，对毋对？我看下骹人拢无回应，长老执事可能较侪拢伫遮，对毋对？对。所以咱其他的兄弟，你通看即个经文，开始你思考，说出上帝伫几啊千年前。透过即个引带领导的危机，互即70个人，原底是一般的领导者，成做长老，成做伫遐会当分担即个事工的人。那安尼，上帝气力伫咱即个现代继续咧动工。你心内嘛安尼确信，那咧咱教会会当继续行后一个阶段，伫即个抗疫的时阵，你继续气力会当来面对即个挑战。所以你看经文的时阵，有即2个人，伊伫达甲米达。因虽然无伫即个受呼召迄个会幕迄个所在开会现场，毋过上帝神的气力甲伊送到伫地。所以咱伫现在，咱伫今日，我有讲这有一个真特别的时间点，兼则是咱神家同会，兼则是牧师教练过来换咱，爱来做下骹遮一切规划的事工。伫迄个时阵，你检查讲哇，安尼总足侪重担，想足侪挑战。有长老即事伊听个好啊，总是无即个经文帮助咱来思考，说出上帝气力引带，互迄个无到现场的人，甲伊送到伫地。那咧，咱每一个你心内愿意回应的人，我相信上帝气力甲咱送到伫地。好，今日咱来看后一个部分。好，照短短写几个字，上帝奇妙的所在就是安怎？伊不止赦免人的有限。即个赦免是啥物货？伫遐埋怨的以色列人，伫遐想要死的摩西，伫遐无法度看到遐摇把叉的人，遐族长，总是呢，伊真愿意使用遮无完美的人。咱每一个人都无完美，包括徛伫台仔顶为牧师，牧师服规矩乌律律吼，是安留即块白白安尼，够人知？较少人，因为公报上我袂即落型所以阮当有即落选择。无，这有一寡故事。如果你嘛看天主教的神父，伊嘛是类似即个型。
较早用的就是讲，即个乌色的衫代表是人的罪啊，人无法度，因为人无完全。总是呢，佫必须爱来讲出上帝话语，所以剩一个白白，上帝来遮看，上帝来清气。所以留即个白白，这诚做牧者的一个提醒。乌色的衫是代表人的罪，总是即个白代表讲上帝，亲像以赛亚书将即个火炭有伫以赛亚的时讲，你得着清气去宣讲上帝话语。所以人拢无完全，当真济无完全的人，佫用无完全的角度去看待一个时阵，会变成啥物货？变成上帝互迄个所在将烧起来。这就是他比啦，咱今日看的即个经文。总是遮个人嘛，做伙顺服，做伙继续领受上帝恩典。你逐工拢食粉浆蛋饼，你无多想象麻辣是啥物物件，你就上粉浆蛋饼安尼。毋过无论当有蛋饼，当有饼，安尼食40年久。那安尼伫迄个所在，逐间拢领受上帝为你备办的恩典。那安尼你会渐渐看见即个属灵的记号。好，咱有几个思考的问题我有用伫迄个影片，嘛有传互咱的周报。咱伫每一段我有小可写一个问题。即个火烧起来所在他比啦，这是伊即个人因看到一个记号。伫你的生命当中，敢才有即个记号伫你的生命内底？即个记号毋是讲我迄个时阵有外用，毋是要互咱颠倒，颠倒是迄个所在，互咱学习谦卑，互咱看见上帝伫咱的生命当中的引传。第二个问题是，摩西一个人经到最后，强要挡袂牢。咱如果嘛做伙，互咱的教会即个团队要做伙好，那呢咱个学习即70个长老，咱拢受呼召，咱伫遮做伙来服侍。所以对你家己一个行到伫后壁，咱做伙成全伫教会内底事工。第三个部分是放下咱家己，咱进入上帝的故事。我讲，如果咱是以色列人伫旷野，你看到云，看到火，看到迄个所在烧起来，你会讲这是啥物火？这是公安事件。毋过如果你嘛详细看，这是上帝故事伫咱的生命当中。检查即个过程需要你有一寡无共款角度的思考。好，最后咱有几个属灵的功课通做伙来看。咱时常惯势的物件向无去，你会开始埋怨，开始想，真像如果你嘛得着迄肠胃炎，咱含麦时阵食着无熟的，你就开始巴肚疼呢。你会怀念会当正常食物件的时间。检查咱时常看到的物件，你学习容易诚做感谢。搁来，伫咱家己一个你服侍，检查咱的长老、咱的执事、咱的小组长，一下家己服侍的时阵，咱恳求上帝帮助咱，互咱的正当工做伙起做，亲像即70个长老安尼。检查伫遐无共款的想法，搁信心的开力，互遮个人做伙徛伫遮。最后是以色列人因伫旷野，每一个人拢有家己的想法，想要食的物件，想要食的肉啥物货，总是呢因内心的渴望留伫迄个食物件。旷野毋是终点，旷野的终点是迦南地。即个帮助咱去思考，检查自即个过程，咱必须要来学习，咱爱放落啥物货，伫遮上帝透过咱的生命来成就啥物货。好，结论来讲。对着肉体的欲望来行往属灵的渴望，伫即个过程当中，这是一个真困难挑战的功课。总是呢，上帝透过不管是旧约遮的经文，新约真侪故事，伫遮帮助咱去思考，检查对一个小小的代志，你看到开始来感谢；检查你看到一个细细物件，我讲欲望毋是啥物款的罪。如果咱去办夏令营囡仔，第一鼓励讲你表现较好的最后得到奖品。伊个迄个欲望，迄个冲力即个欲望是帮助咱向前来行。以色列人因想要食即个物件，这毋是歹，总是呢因表达的方式无下伫上帝欢喜。所以伫咱的生命当中，检查咱时常伫每一日的工作，咱必须有咱爱需要的家庭的生活等等。总是伫即个过程的当中，检查会当分别一寡部分，互信心来引带。伫即个当中，咱有渴望的代志，检查嘛可能着一寡属灵渴望的代志，互咱
亲像伫即个世间继续会当受到信心的更新甲引带，求主来帮助咱同心来祈祷。天父，阮的上帝主，感谢你的恩典。伫早前，你伫暑假的第一个礼拜，就互大桥教会升级做同会。主，这是一个重要的时刻，因为对即个时间开始，教会过来独立，不管是牧养，不管是一切经费的独立。而且，阮献上感谢，总是伫即个时间点，主嘛知伫早前甲阮服侍吴牧师来阶段性的任务来完成，来继续伊跑走伊人生后一个阶段。主伫遮，阮嘛献上感谢，你引带伊来到阮的当中。伫后来，阮继续教会来向前，愿主你来赐福，引带阮正当中，也坚固阮众兄弟。检知伫信仰的道路有真侪困难，亲像一世个人因伫旷野安尼，总是愿主你来帮助阮，将早前你赏赐互遮长老的神，共款赏赐互阮每一个兄弟，互阮做伙来扛起即个担，做伙来为向前来跑走。求主你来引带甲赐福，带领大桥教会，带领阮每一个兄弟，祈祷奉主耶稣圣主名恳求，阿免。遮济，即时咱来奉献。
起立。这时，咱做来做奉献的祈祷，咱做个人。我相信万物拢是上帝所创造，伊拥有手术甲收回主权。伫即时，我愿意对你所得到恩典，用感恩甲虔诚的心奉献伫你面前。求主通过我逐摆甘心乐意的奉献，操练我的卫心，分别我的性命。我相信奉献是财政奉手的真旨。我相信奉献是实践基督的生命。我确信奉献是生命主权的交托。求主按照你的信息甲灵命所愿，保守你的教会，坚固你的百姓。奉主耶稣基督名来求，阿门。请坐。这是我来报告。咱来看消息报告。第一项，本主日感谢肖仁伟牧师来本会正道，愿咱对上帝话语中得到生命勇气，伫信仰的道路上充满着快乐甲盼望。第二，本会吴委员牧师伫6月30日正式离任。感谢吴牧师9年来对本教会的仰视甲辛劳，愿上帝继续带领甲祝福伊伫伊未来的侍奉的道路。打伫7月初1开始，台南中会委派南台教会肖仁伟牧师担任咱本会的小会议长。咱拄则毋知影吼，请问咱即摆的小会议长是啥物人？哦，知影吼，就是咱今仔日讲道的牧者吼，肖仁伟牧师吼，咱以后爱诚麻烦伊，嘛伊来协助甲关心吼，感谢上帝安排吼。第三，台南中会财务部伫7月18拜六伫9点到12点半要举办到2026年的财务演习会，讲师是谢敏杰科长吼。地点是伫后甲教会，请咱财务同工伫意，所以会知影8点半就要报到吼。第四 ，TICF 26吼，台北国际合唱的音乐节伫7月25拜六3点吼，下晡3点来举行台南巡演吼。演出者有匈牙利坎特姆斯吼，坎特姆斯合唱团以及儿童少年节庆合唱团以及NP Singer 的混声合唱团哦，地点是伫咱台南市文化中心的演艺厅吼。有要前往的，咱请甲毛长老来报名吼。第七，第五，7月份的寿星是7月初1是慧宴执事吼，7月初2是金惠节，7月初3是满族节，7月初6是淑华节，7月初7是淑华牧师娘，7月16是正文节吼。下面的奉献报告，请恁家己看。咱若感觉有错误，咱来过家来订正吼。咱来读咱本周的金句吼，台语、华语拢读一解吼。耶和华伫云中降临，对摩西讲话，就降落伫伊明明的神，也降落伫70个长老。神临到因的时，因就讲神的话，以后就无讲。耶和华在云中降临，对摩西说：“
的长老，灵停在他们身上的时候，他们就受感讲话，以后却没有再说。这时因为咱这个月受请有较侪位吼，拢连续7月初2、7月初3、7月初6、7月初7吼，这个日期拢足接近吼。这是咱请萧牧师为这个受请来祝祷，请受请起立吼。来，金惠姐，要唱歌，要唱歌。好，咱做伙来唱生日快乐歌。无蛋糕啊吼，无要紧，咱先欠啊。好，灵感较做伙食。好，咱做伙来祈祷来感谢。天父上帝，感谢你的恩典，互阮每一个人拢属你的性命的开。主感谢你，伫阮的性命当中，呼召阮成做你受选的囝儿。伫即世人的当中，互阮知，主阮的性命倚靠你，阮头前就开力向前来行。感谢你祝福伫阮每一个兄弟每一个长辈，互因伫一生的年日有主你的引带祝福。伫今日做伙来庆祝恁的生日，主阮有一摆会对老母的生，嘛有一摆对相信你、领受信心洗礼生。愿主你将即个恩贵继续祝福互阮，互阮跑走到伫生命的路尾，拢有你的恩贵，甲阮三甲之地，也祝福伫每一个受请，不管是伫因的生命、伫因的家庭生活当中，拢有恩惠满满，嘛会当来荣光主你的名，祈祷奉主耶稣圣主名恳求，阿免。讲到蛋糕吼，咱今仔真正有蛋糕吼，因为今仔牧师娘吼，迄个团体会有昨就寄一个蛋糕伫咱教会啊吼，搁有互咱的小会长了伊的孙雨诺吼满月吼，所以咱今仔有蛋糕，有2份蛋糕，以及迄个甜点吼，所以咱小组一定要留落来吼。好，这是咱公道的时间吼，请咱兄弟姊妹咱开喙。为着教会，为着咱的集体，为着咱的身心灵，为着咱的建堂福音顶面的行动，咱做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阮感谢你赏赐阮生命快乐、救赎的恩典，阮感谢你，阮感谢你每日来互阮。得到阮所需的一切的供应，阮感谢你。伫阮顺境的时阵，你赏赐喜乐平安，互阮，阮感谢你。伫阮逆境的时阵，你嘛赏赐望。伫阮困境的时，你会开力帮助，会当互阮来继续行落去。阮感谢你，阮满心而乐。我嘛感谢你，伫阮无牧者的中间，主你安排萧牧师，伊把时间伫阮教会协助，伫阮教会关心事务，愿主你纪念伊的着磨。即时我嘛为着阮教会来祈祷，主愿知，阮的教会目前无牧者，伫少年人因即种的热情、快乐、活力，阮欠过。因为教会来断层，无少年人，也无细囝天真即种的笑声。主啊，阮更加爱来警醒；主啊，阮更加爱来提醒阮伫时光顶面，阮爱来呼吁有甘心乐意、愿意来服侍的兄弟姊妹来投入。甲主讲，主啊，找我，找我，我伫遮，我伫遮，无提示。阮爱有主你的话水泉来养饲阮，来提醒阮，来补足阮。
互阮的眼光对头到尾拢当定睛伫你，互阮每一项事拢会当选择来胜过你。愿知伫你立你的下面是无难成的事。愿献上感谢，献上恳求，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。阿门。即时，咱来吟尾变诗。愿主旨意得成伫地，愿主旨意得成伫地，愿主旨意得成伫地。请咱起立，吟诗线，请谢牧师来祝祷。咱做伙来领受对上帝来祝福。但愿赏赐恩望的上帝，互恁对神来充满逐样的欢喜甲平安，互恁伫信心的管理得到满满的恩望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信心的相通、引带、扶持，甲恁信大家撒甲伫地，对即时直到永世大保证。阿门。现在请坐，密道避讳。